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6集。創造神界宇宙皇族將會大比數通過免費，每3個月所有第4維度或以上神仙、小神、大神，不論性別種類，每3個月免費更換身體1次。另外需要緊急通告，分身曾經由創造神界宇宙是要求分身需要和種主身結合的，以現在換身體的技術可以設計另一個近似容貌或不一樣的容貌給分身成為種主身，就樣容貌分身就不用結合種主身，但大家神仙、小神、大神包括分身每日吃神素藥穩定身體。關於之前考單一世不需要結合種主身的，難度十分非常高。先通知大家用醫學技術更換身體的技術分身，可以有自己成種主身的一天，不用結種主身。分身更換近似容貌，可以照常生活自主的新生活，成為一個新的種主身。分身更換容貌和身體和更換1次免費，全免費。醫用醫院會免費提供幫助設計容貌和免費全包所有申請肖像權費用。創造神界宇宙皇族也批准所有第4維度或以上角色神仙、小神、大神的肖像權免費申請費用全免。有些公開角色需要加一些特別技印就可以申請肖像權專利，費用免費全包。